后来，这蔡总统是要求军方都要坦白爱面对。也毋过这几天，这国防部甲海军司令部的发言甲回应是安尼小打突，也就是反起反倒，前后矛盾。譬如这个海军的副司令讲，这个官兵伫咧保留的时阵呢，专程拢挂喙罨，隔工随来解喙，讲室外活动无挂。过来，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讲，军部的活动事前有经过指挥中心的评估。但是尾也佫讲，只有伫飞行了后，才请中心来做评估。另外，军方一开始讲到15号，因的检疫期到期，才互官兵来落船。但是14号，都有人落船去买物件咯，根本都无落实检疫。穿乌衫的军部舰队官兵手会国旗做啦啦队，你炒热气氛，也毋过无挂喙罨。另外，记军队伫台顶伫表演，同款无喙罨。这几段画面，甲海军司令部伫18所讲的官兵专程有挂喙罨，明显无共款。所以，我们的官兵即使在帛琉所有的活动，我们都是要求要戴口罩。表演活动的时候，我们支队在那个时间点，参与的人员是并没有携带口罩。军方的发言前后无共款，毋若即摆尔。昨早起，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针对军部活动，敢有事先经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评估，嘛甲海军司令部的讲法无共款。那在事前的话，我们也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导，做过详细的评估。其实当时我们是并没有跟指挥中心或是 CDC 这边有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评估的工作。另外，有立委针对军部舰队的官兵伫14未经检疫期满，就走去营区外口买物件。军方一开始嘛讲无这个代志，因为过长工尔。海军副司令又搁讲，确实有人伫14度放假，事后才强调讲，这是无伦理的官兵休假。疫情调查应该是真谨慎慎重。国军的讲法却是变来变去，前后无共款。